自2024年7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神圣家族的使命甲传承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历代志上卷》第6章第10到81节。利未有3个囝，吉顺、哥哈甲米拉利。哥哈有4个囝，暗兰、以斯哈、希伯伦、乌瑟。暗兰有2个囝，阿伦甲摩西，一个查某囝米利安。阿伦有4个囝，拿答、阿比户、伊利亚撒甲伊他玛。伊利亚撒生菲尼哈，菲尼哈生阿比斯，阿比斯生布基，布基生乌西，乌西生舍拉希雅，舍拉希雅生米拉约，米拉约生阿玛利亚，阿玛利亚生阿希顿，阿希顿生撒督，撒督生阿希玛斯，阿希玛斯生阿撒利亚，阿撒利亚生约翰兰，约翰兰生阿撒利亚。这个阿撒利亚伫所罗门所起耶撒冷的圣殿担任祭司。阿撒利亚生阿玛利亚，阿玛利亚生阿希顿，阿希顿生撒督，撒督生沙龙，沙龙生希勒家，希勒家生阿撒利亚，阿撒利亚生舍莱亚，舍莱亚生约撒达。上主用尼布甲尼撒的手掠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民的时，这约撒达嘛互伊掠去。利未有3个囝，吉顺、哥哈甲米拉利。吉顺的囝叫做利年甲示每，哥哈的囝是暗兰、以斯哈、希伯伦甲乌瑟。米拉利的囝是莫利甲摩西，这个是利未人各宗族的家谱。吉顺的后代，吉顺生利年，利年生雅哈，雅哈生申马，申马生约阿，约阿生约多，约多生舍拉，舍拉生亚定奈。哥哈的后代，哥哈生阿米纳达，阿米纳达生克拉，克拉生阿瑟，阿瑟生伊利加纳，伊利加纳生伊比阿撒，伊比阿撒生阿瑟，阿瑟生塔拉，塔拉生乌列，乌列生乌西亚，乌西亚生瑟罗。伊利加纳有2个囝，阿玛赛甲阿希摩。阿希摩生伊利加纳，伊利加纳生苏菲，苏菲生拿哈，拿哈生伊利亚，伊利亚生亚罗罕，亚罗罕生伊利加纳，伊利加纳生撒母尼。撒母尼有2个囝，大囝约尼，第2囝阿比亚。米拉利的后代，米拉利生莫利，莫利生利年，利年生示每，示每生乌撒，乌撒生示米亚，示米亚生哈基亚，哈基亚生阿撒亚。约柜安蒂好势了后，
代笔派人伫上主的厝负责献诗的工作。因伫会幕的头前轮班担任唱歌的事奉，一直到所罗门伫耶路撒冷起造上主的圣殿。负责献诗的人，甲因的子孙记伫下面。哥哈的子孙中有献诗的希曼，希曼是约尼的囝，约尼是撒母耳的囝，撒母耳是伊利加那的囝，伊利加那是亚罗罕的囝，亚罗罕是以利业的囝，以利业是得阿的囝，得阿是苏弗的囝，苏弗是以利加那的囝，以利加那是马哈的囝，马哈是阿玛赛的囝，阿玛赛是以利加那的囝，以利加那是约尼的囝，约尼是阿撒利雅的囝，阿撒利雅是西番雅的囝，西番雅是他哈的囝，他哈是阿叔的囝，阿叔是伊比亚撒的囝，伊比亚撒是科拉的囝，科拉是伊苏哈的囝，伊苏哈是哥哈的囝，哥哈是利未的囝，利未是雅各的囝。希曼的亲情阿撒伫希曼的正边侍奉，阿撒是比利加的囝，比利加是米亚的囝，米亚是米迦勒的囝，米迦勒是巴西亚的囝，巴西亚是马基亚的囝，马基亚是伊德尼的囝，伊德尼是舍拉的囝，舍拉是阿代亚的囝，阿代亚是伊探的囝，伊探是辛玛的囝，辛玛是示每的囝，示每是雅哈的囝，雅哈是吉顺的囝，吉顺是利未的囝。伫倒边侍奉的是因的兄弟米拉利的子孙，有基士的囝以探，基士是阿伯底的囝，阿伯底是马洛的囝，马洛是哈沙比亚的囝，哈沙比亚是阿玛谢的囝，阿玛谢是希勒家的囝，希勒家是暗西的囝，暗西是巴尼的囝，巴尼是沙密的囝，沙密是莫利的囝，莫利是摩西的囝，摩西是米拉利的囝，米拉利是利未的囝。因的兄弟利未人嘛受派做上帝的厝会幕所有的职务。阿伦甲伊的后代伫祭坛献烧化祭，伫香坛烧香，做至圣所所有的工作，照上帝的仆人摩西的吩咐，替以色列人赎罪。阿伦的子孙记伫下面，伊的囝是伊利亚撒，伊利亚撒的囝是菲尼哈，菲尼哈的囝是阿比斯，阿比斯的囝是布基，布基的囝是乌西，乌西的囝是舍拉希雅，舍拉希雅的囝是米拉约，米拉约的囝是阿玛利亚，阿玛利亚的囝是阿希顿，阿希顿的囝是撒督，撒督的囝是阿希玛斯。阿伦的后代徛起的地区记伫下面，各项宗族抽签分到第一份。
就是犹太地希伯伦甲周围的草埔。毋过，属希伯伦的田园甲庄舍，拢分予耶夫尼的囝迦勒。阿伦的后代阁分着米兰城希伯伦，以及日那甲伊的草埔雅提尼、以实提木甲伊的草埔。希伦甲伊的草埔，底撇甲伊的草埔。阿珊甲伊的草埔，别是密甲伊的草埔。佮对便雅悯支族的地区分着加巴甲伊的草埔、阿密甲伊的草埔、阿拉督甲伊的草埔。因这个宗族得到的城有13个，佮较宗族其他的家族抽签分着马西半支族地区的10个城。结顺宗族这个家族对以撒迦、阿瑟、拿弗他利3个宗族，甲伫巴珊的马西支族分着13个城。米拉利的后代照因的宗族抽签，对路边、迦得、西布伦3个支族得到12个城。以色列人将这个城甲周围的草埔分予利未人。以色列人抽签对犹大、西面、便雅悯3个支族中，将以上讲到的城分予利未人。佮在宗族中，有个家族分着以法莲支族地区的城。就是以法莲山区的比兰城事件，甲伊的草埔，以及基色甲伊的草埔，约缅甲伊的草埔，别何伦甲伊的草埔，阿雅伦甲伊的草埔，迦得、林文甲伊的草埔。佮较宗族其他的家族对马西半支族得到阿乃甲伊的草埔、巴兰甲伊的草埔。结顺的后代分着马西半支族伫巴珊的戈兰甲伊的草埔、阿斯塔略甲伊的草埔。对以撒迦支族分着基利斯甲伊的草埔、大比拉甲伊的草埔、拿伯甲伊的草埔、阿莲甲伊的草埔。对阿瑟支族分着玛莎甲伊的草埔、阿必顿甲伊的草埔、何甲甲伊的草埔、利合甲伊的草埔。对拿弗他利支族分着加利利的基利斯甲伊的草埔、哈文甲伊的草埔、基丁甲伊的草埔。米拉利的后代对西布伦支族分着利摩纳甲伊的草埔、他卜甲伊的草埔。搁伫瓦群耶利哥的约旦河东岸，对路边支族分着旷野的比色甲伊的草埔、雅杂甲伊的草埔、基底木甲伊的草埔、米法压甲伊的草埔。搁对迦得支族分着基列的拉末甲伊的草埔、马念甲伊的草埔、希实本甲伊的草埔、雅舍甲伊的草埔。新姓家族的宿命甲传承。历代志是以色列人受掠以后，重新审视历史圣量反省的记录，内容是
用两个神学核心的互动产生，一个是上帝甲大卫立约赐予王权的应允，另外一个是延续利未之族伫圣殿服侍的神圣使命。作者伫记录大卫王的谱系完成了后，用搁较长的篇幅介绍伫圣殿服侍的族系家谱，将伊放伫12支族的焦点位置。伫这份长落落的家谱中，记述3种职分：主日礼拜事宜和献祭的祭司，伫圣殿担任各种职务的人，以及圣殿的音乐侍奉者。利未族系受看重的有2个因素：首先，圣殿服侍的这份具有神圣的荣耀。若无利未族系身份连结的人，回归了后，无法度踮圣殿中服侍。对回归者来讲，家谱拄会当见证现代社会所咧讲合法性的问题，包括土地继承合法的祭司，常是正统的方式等。其次，对当当时回归另外一组的文献，以斯拉记甲尼希米记来看，首批回归的以色列人中间，祭司等圣殿服侍者具备带领会众的特殊意义。英国牧师戴巴森认为，对巴比伦回归的人中间，每15个人就2个是祭司，因回归是有宗教的含义，是为着重建上帝伫耶路撒冷的名，也就是回应信仰使命的呼召。这神圣的家族谱系提醒咱，伫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氛围中，当咱烦恼子孙无去教会的时，要安怎会当尊重因的想法，搁互因承继这个信仰呢？首先，咱着反思，家己是毋是有够举诚侪家族的典范，值得一再讲述荣耀上帝的故事。咱信耶稣，若连家己都无认为这个信仰是值得肯定，互人感觉尊贵的，那安尼要安怎互迷信的厝里人接受这个信仰，搁愿意服侍呢？其次，咱要带领囡仔感受恩赐，鼓励因将所学的连结到教会的服侍里。真侪信徒会互囡仔去学音乐，并毋是为着要互囡仔比人较出脱，反正是知影音乐伫教会服侍的重要性，期待囡仔因着音乐甲信仰连结，升过信仰。所以，因用奉献的心，互囡仔借着音乐来服侍上帝。其实，任何恩赐拢会当献互主用，但是咱必须先有乐意的心，搁用祈祷托住这个服侍的心志。当咱向人表明家己是第几代信徒的时，并是要夸耀什么，就用感谢心表明家己是第几代基督徒，愿意为服侍的使命承继先祖的基督信仰，以真诚的心敬拜上帝，搁为着建造新的耶路撒冷献上家己，才当对上帝人民中领受极大的荣耀。默想，我伫教会的信仰生活中感受到的呼召是甚么？我是毋是愿意伫这个呼召中真心献上家己呢？我伫教会的信仰生活中感受到的呼召是甚么？我是毋是愿意伫这个呼召中真心献上家己呢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恳求你，互我伫
佩服劳苦重担的生命过程中，领受对你来的恩典和使命。安尼，我就会当用心眼光面对你对我未来人生道路的呼召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